中巴脑本这你地头了说了吗？俺的。你没得爱瞧的。是呀。主办老板准备。上菜我到长相我到俺的。咱那一头了嘛。了。上菜我到长相我到长话死老呗，你搞着装嘛来你了吗？吃啥钱装说你搞着烂你了吗？妈这样子，长话死老呗，这弄嘛点去我的嘞，搞了。太保听我妈第四这个。干啥搞你装说你烂了嘛？网红一个个新，网红一个个新一个装不来，俺懂过。有人不见来烂装说你搞不烂了吗？你那个。装不来，哎，他这都网红，不你网红给他进口的，一动过口的，装不来。这个菜不样不过了口的，俺动过了口的。对身材长相看着口里，不就刘德华人做的来口，不就刘德华人做，你说当然为的来口。呀，切里，就是这样。请坐，大家才不是的了。